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12月17號嘅美東時間下晝5點。今日美股出咗事啦，三大指數齊齊插水，搞到唔少投資者個心都離一離。跌得最金嘅係以科技股掛帥嘅納斯達克指數，一口氣跌咗418點，跌幅超過1.8%，收喺22,693點附近。標普500指數都唔執輸，跌咗接近1.2%。相對嚟講，道瓊斯指數叫做硬淨少少，跌幅大概係0.47%。成個市嘅氣氛可以話係被科技股，尤其係 AI 相關嘅股份拖住落嚟。點解跌得咁金呢？首要原因係市場開始擔心 AI 呢個熱炒咗好耐嘅故事係咪會斷纜。有消息傳出，一個原本計劃投資成100億美金，專門為 OpenAI 服務嘅巨型數據中心項目，融資談判陷入咗僵局。簡單啲講，就係金主可能縮沙，令市場即刻質疑，之前啲公司使咗咁多錢去搞 AI 基建，到底幾時先有回報？呢個消息直接打擊咗作為項目關鍵方之一嘅甲骨文 Oracle， 佢嘅股價今日受壓，大跌超過5%，連帶成個科技板塊都冇運行。除咗 AI 泡沫嘅憂慮，今日嘅經濟數據都幫手踩多腳。最新公布嘅美國11月非農就業職位只係增加咗6萬幾份，同預期差好遠，失業率仲升到去4年高位。呢個就業市場放緩嘅信號，令投資者憂慮經濟係咪開始唔掂，變相加劇咗市場嘅避險情緒。總結嚟講，今日嘅跌市係幾個因素夾埋 ，AI 融資預咗觸發獲利回吐，科技股估值太高令人心虛，再加上經濟數據唔多靚仔。展望聽日，市場焦點肯定會繼續追蹤嗰個100億數據中心項目嘅後續發展，同埋消化下就業數據帶來嘅影響。臨近年尾，市況波動可能會加大，大家要綁好安全帶啦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